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这时，请咱备办咱的心，咱要来朝见上帝，要用咱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请奏乐。上帝啊，愿伫你的殿内少念你的慈爱。请咱三甲用圣诗132首来告别咱对上帝的听。耶稣听我，我知明。圣诗132首，咱同心来吟。圣诗132首。耶稣听我，我知明，因为你在地上定，细汉囡仔虽能食，耶稣会听小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有记在地圣经。耶稣听我，伊有时，有将天门开甲你，我的罪过伊洗净，予伊洗行入内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地圣经。耶稣听我三当行，伫我身边免惊。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见天父。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地圣经。这时，请咱三甲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所信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请咱三个来掀开启文第10篇，就是诗篇第27篇。启文第10篇，诗篇27篇，是一首信心的宣告。我读一句，请咱大声来回应。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也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吃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扎营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悠然安稳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追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匿伫伊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互我的头压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条件我。上主啊，我来条件你。求你毋通黄面毋插我，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赞，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气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病榻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深信这项事，也活地的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就信靠上主，就勇敢壮大一声，就信靠上主。这时，兄弟姊妹，请我甲我做同心，咱来祈祷。至圣的父上帝，愿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当撒玛利亚的妇人问主讲：“阮着爱伫什么所在来敬拜？是基利心山，还是伫耶路撒冷？”若是主。迄个时阵，你甲阮讲，上帝所爱的敬拜是心灵甲服侍的敬拜，毋是地点的问题。今仔日，阮虽然袂当到伫阮所喜爱的南门教会做伙来敬拜，若是阮每一人的客厅，诚做阮的圣殿，我要伫遐用阮的心灵。专心来敬拜上帝。总是主啊，你知影，阮的心即时悲白。台湾即波的疫情，亲像大水，用要淹没阮。虽然阮知影有上帝你做阮的倚靠，阮亲像活伫那阿的大船顶，总是阮搁较意爱。看见这个水退，
大地出现。阮搁较意爱上帝你彩虹的约，迄个坑，互阮会通看见上帝你永远也咧保守看顾阮，帮助阮，互阮心内充满愿望。彩虹之约，你有应允，无要搁用大水来消灭即个地上的生物。恳求主你记得你的约，帮助阮伫即波疫情的中间，毋若受你保守，大水紧退，大地出现，阮会通离开阮家己的家庭，搁倒转去到学校，搁转去到阮上班的所在，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你是互阮第二摆机会的上帝，阮珍惜上帝你互阮的机会，求你互中央疫情咧指挥这决策者有好的判断，有好的决策，也互阮全民会通全力来配合这个防疫。阮搁较恳求的就是台湾的处境非常的微妙。直到阮对疫苗的采购有拄着真侪阻碍，阮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需要这个疫苗帮助阮来赚赢这场的战争。愿望真紧，阮会通全民有得到这个疫苗的施打。恳求主你也帮助侪囡仔，即时袂当倒转去学校咧上课，伫家庭的内底。兼且也增加父母真侪需要照顾的负担，求你也互阮将即个不得已的措施看作上帝你的恩典，保守亲子有遮长的时间通去做伙的机会，也无荒废伫遮囡仔因学习的遮课程。有真侪代志，因为即个疫情直到无法度通照阮所计划来进行，求你互阮有应变的能力，将即个疫情的影响降到上低。若是互阮逐工出入内外，搁较细腻，搁较注意。特别阮真侪兄弟姊妹住伫艋舺、住伫万华、住伫中和、永和，这个所谓疫情的热区。恳求你保守阮逐个人的安全，互阮会通期待用祈祷来较赢过惊吓，用搁较细腻来防疫，来保守阮家己。特别阮也有真侪兄弟，因伫工作上需要面对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因需要搁较大的保守甲看顾。恳求你帮助因，互台湾的遮个第一线咧服务的人无受到病毒的感染，也互台湾的医疗的量能会通有够业，通来应付这波疫情渐渐消退去。主啊，阮教会伫即个时刻有真侪年长的，有侪身体欠安的，有侪人为着疫情袂当照原来计划来施行应该做的手术，也是去病院看病。主，你知影，阮心内拢真惊吓甲看虑，求你保守阮的健康，也毋望遮个代志过去了后，阮会照阮的计划来做阮应该做的事。求你的神临到伫每一人的客厅，互阮伫阮的家庭，伫迄个所在所献的祭，也得到上帝你的欢喜甲悦纳。求你保守今仔日阮所领受的，互阮会通照意录，不管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来甲主你相同行。伫世间的日子，直到阮受接到你永远的国度，阮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用第5礼拜是少年团契献诗。今仔日咱也剪接一个少年团契以前伫主的厅内底来带领咱来学乐，在主爱中少年团契的献诗。
多谢少年团嘅献诗，是无任何会通阻挡上帝对咱的疼，就是伫病毒、伫疫情的中间，咱也犹原受保守伫主的疼内底。上厉害是遐会晓分口哨的吼，口叔叔啊，迄上厉害。咱今日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伫创世纪5章21节到24节。创世纪5章21节到24节，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以诺65岁生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了后，甲上帝三甲行300年，其中有个生囝查某囝。以诺既共享受365岁。以诺甲上帝三甲行，上帝接伊去，伊就无伫地。今仔日张牧师要用以诺的选择来勉励咱以诺的选择。咱搁在即摆三甲来祈祷，特别阮感谢你虽望伫疫情的中间，但是阮的心较无你的话语进入阮的心来互阮的心来得到迄个培养。主，阮恳求你伫今日早起，搁再用一段经文来互阮看到，伫阮未来面对疫情的时阵阮要做以诺的选择。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愿你的圣神伫即时伫阮的心内中心中来做工互阮会所听的所看的，拢会成做阮的利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主耶稣伫马太福音24章第7节甲第8节伊伫遐有讲到关系到主搁再来的一个情形。伊讲百姓要起来攻击百姓，国要起来攻击国，这所在要有饥荒地动，这个拢是苦痛的起头。咱伫即几年来，咱看到全世界的情形，是毋是甲主耶稣讲的即2节关系到主要搁再来即个末日的情形，非常的相像。伫几年前联合国有提出一个警告，就是即个北极圈遮的冰山伊来融化的时阵伊会对即个全世界产生真大的一个危机。即个危机毋是讲咱看袂到北极熊遐尼简单尔。即个危机甚至就影响到咱所看到的，伫全世界造成即个气候非常的反常。有真侪所在无应该做大水的做大水，像咱台湾原本是无欠水的一个岛屿，即阵最近等到咱的水库拢打起。搁较严重的就是，当这北极冰若融化的时阵，有可能这专家咧预测久年来冰伫遮的冰山的遮的细菌、遮的病毒，都安尼走出来，对人类的性命会造成真大的威胁。蝗灾、草莓，咱想讲这伫这个圣经内底才看到的这个灾难，伫旧年伫非洲有1亿10几亿的这个草莓，甲这个非洲所经过的所在的农作物，拢甲食甲拢无去。然后咱伫旧年以来，咱嘛看到 COVID-19 对这个世界造成的这个威胁，造成的伤害，有1亿外的人被感染，300几万人因为安尼来死亡。所以看到这，咱会感觉讲，这个主再来的这个末日的情景，一直伫咱的
目睭前一直来出现。所以，互咱思想的是，伫即个末日的时阵，咱要安怎来面对咱的即个安怎款的啥物款的态度来面对即个末日？伫末日的时阵，咱要活出啥物款的一个人生？其实，伫圣经的记载内底，伫人类的历史的中间，以诺迄个时代，甲即阵共款，嘛是一个末日的时代。啥物我会安尼讲？咱知即个挪亚的时阵，上帝用大水来审判当时的人。当时的人总伫罪恶中啦。所以呢，伫挪亚的时阵，伊经历着一遍用大水来毁灭人类的即个审判。以诺的时代甲挪亚即个时代，都是拄啊伫末日。所以咱今日要透过即个创世纪第5章21节甲24节，讲到以诺的情形，咱要用这段经文，咱同齐来思想，到底以诺伫即个人类伊的末日的即个时阵，伊是安怎来面对即个末日的即个威胁？创世纪第5章是亚当的即个家谱，伊有固定的一个格式，固定的一个写法。伊讲某米人活到偌济岁，伊生一个囝，然后伊搁活偌济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呢，伊总共活偌济年就死啊。最后3个字都死啊。所以看到这，你会感觉讲，哇，当安尼，遮的人若出现伫即个世间，那就都是为着要传宗接代安尼尔吼，那无偌大的一个路用安尼。不过大概21节描写的方式完全无共款。伊讲伊落活到65岁时阵生马土撒拉，马土撒拉以后伊并无讲伊搁继续活偌久，伊讲啥？伊甲上帝相隔行300年，伊落最后互上帝来接走，伊就无伫即个地上啦。所以无经过即个死的即个阶段，所以伊落就是咱所讲的一个无蒙白的人。伫圣经内底，只有用讲伊甲上帝相隔行来形容伊落的一生。伊落甲上帝相隔行，留互咱啥物款的一个典范，互咱会用来学习。特别伫即个末日，咱面对即个疫情即个遐尼猖狂的时阵，咱要安怎来活出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末日的态度？我今日要用这段经文分4点来甲大家来分享，就是我要对4个 W 来甲大家分享。第一个 W Why？ 为什么以诺会甲上帝相隔行？圣经并无直接甲咱讲以诺谁要甲上帝相隔行，不过圣经甲咱讲。伊落到65岁时阵，伊生马土撒拉以后，伊才甲上帝相隔行。所以咱用合理来相信，伊甲上帝相隔行甲伊生马土撒拉有绝对的关系啦。马土撒拉到底是啥物意思？伫咧看马土撒拉以前，咱先来看以诺。以诺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正信。奉献的意思，我相信伊的老爸咧对伊有一个期待，期待伊用伫一个黑暗的世代内底，用活出一个分别出来，正做圣洁奉献互上帝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性命。马土撒拉这4个字非常的特别。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讲，伊死的时阵审判就到。就是马土撒拉伊死的时阵，伫这个世界有一个真重大的代志会来发生。伊死的时阵，灾难会来，审判会到。你能想象无？若无特别的原因，一个父母是无可能对伊的囝儿来号这个名，绝对无可能。所以我感觉，
这个以诺咧生马土撒拉的时阵，上帝予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启示啦。启示讲将来有审判，会有灾难。咱若对犹大书的第一章的14节甲15节来看，亚当第7代的孙以诺参与者的人讲。看，主甲伊慢慢的圣者来审判众人，来击罪一切无敬虔的人。所以咧讲啥？讲即个未来上帝甲即个以诺来启示讲，即个主要带着千万的圣者来，要来审判众人。什么时阵？都是伊的囝马土撒拉死的时啦。所以这个启示就是讲，将来有审判、有灾难，这个代志要发生伫伊囝死的时，所以以诺就甲伊的名甲因囝的名号名叫马土撒拉。第甲咱连想迄个情形哦，若看到因囝，若叫因囝的名马土撒拉啦，马土撒拉，都一直咧提醒这个以诺讲审判要来啊，审判来。伊若死的时阵，灾难就来啊。所以伫即个时阵，我想，这是以诺要选择，要安那伫即个末日的时阵来过伊的生活的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咱搁看另外一位的圣经，就是伫即个创世纪第5章25节到29节，遐甲咱讲马土撒拉一生活几岁？969岁。伊是人类上寿命上长的一个人。马土撒拉187岁生拉贝，拉贝182岁生拿阿。所以安尼看起来，马土撒拉是拿阿的阿公啦。咱若看到这个咱的 PPT 内底的计算式马土撒拉969岁减去拉麦出生那一年187，再减去挪亚出生那一年182，拄好600。那600岁的时阵发生什么代志？伫创世纪第7章第6节甲咱讲，当大水泛滥伫地上的时，拄600岁啦。那600岁的时阵，就是马土撒拉死的时，就是灾难来临的时。发生什么代志？上帝用大水来审判的时阵，已经临到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若甲这个数字放做伙的时阵，咱就对上帝只有搁较敬畏的。我想，当以诺来领受上帝这的启示了后，伊做出人生上重大的一个选择。就是伊的一生，伊要选择，伊要决定，要甲上帝三甲行啦。今日咱若看对世界看到这个灾难，咱就得到，甲伊都共款得到这的启示无？咱若每一天，咱拍开咱的电视，特别每一天下晡2点的时阵，看到疫情中心伫遐咧报咱台湾疫情的数字、死亡的人数的时阵，咱有得到任何的启示无？咱有想讲，这个数字是毋是甲咱启示、甲咱讲主耶稣要搁再来？咱有一天，咱来伊来交这个笑。启示甲咱有一天会有审判。面对这个灾难，伫这个末日的时阵，我会选择到底是安那？我是毋是会选择甲以诺会选择同款？我决定要来甲上帝三角行。我相信，毋是每一人对这上帝所互咱看到的这个启示、这个灾难，拢有反应。圣经内底都有一个人，伊个是以色列的一个王，叫希西家。希西家王足骄傲的，伊捌这个巴比伦派来的使者。甲伊即个皇宫所有的即个宝贝拢安那，甲登落看，献宝啦，
亮出来给他看，伊来夸口伊的这个财富，所以这个代志互这个上帝非常的无欢喜，所以上帝就找这个先知以赛亚来甲警告。以赛亚看到这个西耶家，伊安怎讲？伫内容记下卷20章的17节甲18节，伊讲啥？看日子要到，凡那你家内所有的，甲你列祖积聚甲现金的，拢要受抢甲巴比伦啊！无留一项，这是耶和华讲的。佮对你本身所生的子孙，其中有诶要受掠去伫巴比伦的王宫当太监啦。这段经文对这个伊的家来讲，有亲像就是这个末世同款无？毋但伊的王位无法度佮继续延续来，伊历代列祖所积聚的，拢要来消失。甚至连伊亲生的遮的子孙，要互掠去甲伫巴比伦的所在来做太监。毋过，当伊来听到遮的这个警告，伊做啥物反应？咱对着伊的反应呢，感觉不可思议，无动于衷。伊伫19节，伊安怎讲？这个伊的家就对以赛亚讲：你所传耶和华的话是好哦，是好哦。佮讲，我要伫第下日，若有太平景况，兼毋是好嘛？拄则以赛亚对即个伊的家所讲的话，有倒一点是好的？伊的王位无法度佮延续来，伊所有的财产拢会去用安那？拢会去用抢到伫巴比伦。伊搁较惨的，伊的子孙爱做太监呢。毋过伊讲，甲伊即个以赛亚讲，你所传耶和华的话是好。伊咧想啥？伊所想的就是后壁即句啦。伊的意思是讲，只要伫我有生之年呐，我要伫第下日若有太平就好啊。若总无遮代志，拢莫发生就好啊！互我活咧时阵平平安安有他享受就好啊！我死了后，我都看袂到啊！能想象即款人哦，是物真大对即个上帝的启示完全完全无感觉啊！不过，咱今日看到一个上大的遗憾，就是啥？就是伫上帝国内底，阁有真侪参像即个希西家共款，眼不见为净的一寡信徒，对上帝所发出的警告，所发出的遮个末日的一个启示，咱完全是安那，甲忽略，咱当作无看见，完全不在乎啦。上帝要搁再来的日，一定会到，一定有审判，一定有灾难。当咱若得到上帝这个末日的启示的时阵，咱的选择到底是安怎？咱是要做娱乐的选择，还是咱要做这个亲像希西家的选择同款？第二，婚，就是娱乐啥物时阵甲上帝同行啦。咱都知伊咯，活到65岁的时阵，伊就甲上帝三角行。65岁对咱台湾人有啥物意义？咱开始退休，咱开始来领国民年金劳保年金。65岁影享受足侪社会的福利，坐车半价，有足侪啥物拢是半价。咱千万毋好互台湾即个65岁的观念来想象娱乐。想讲伊一定是咧等65岁退休啊，有时间啊，有钱啊，下半辈子无忧无虑的时阵，伊才决定要来甲上帝三角行。毋是安尼，65岁伫当时来讲哦，毋是绝对毋是安那，毋是老年啦。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偌济？800-900岁。现代人的寿命只有即个迄当阵的人的1/10，80-90岁。若是用安尼来算，65岁大概都是乘以1/10，6岁半，
等于基本上都是一个国小学生。当然，咱袂用安尼来算。伊落活到65岁生马土撒拉了后，才开始甲上帝三角行。生马土撒拉的即个时间点，甲咱讲啥？讲伊落伫即个时阵，伊正做一个老爸啦。伊落个人生有足大的一个转变，伊要开始做无用的，伊要安怎搁较拍拼，搁较努力来趁钱，来养饲遮的囝儿啦。伊要准备教育基金，伊爱搁安怎对伊的囝来伊的生活面对搁较大的责任甲压力。伊落就是伫迄个时阵开始决定要来甲上帝三角行。所以，伊落甲上帝三角行的即个时机，甲咱讲，一个真正要甲上帝三角行的人，伊的年龄毋是问题，伊的环境毋是问题，伊的囝儿毋是问题，工作毋是问题，婚姻毋是问题。一个真正愿意甲上帝三角行的人，伊会克服所有的问题。一个人若无真心要甲上帝三角行，一个问题，一个理由，一个小小的一个借口，等成做伊甲上帝三角行的窒碍啊！来，所以包咱讲，我人生足惨的，拄着真大的困境绝境，伫即个时阵，美瑞即个19世纪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家，伊咧提醒咱。愈是咱人生黑暗的时阵，咱愈搁较爱甲上帝三角行。伊讲，我甘愿伫黑暗中甲上帝三角行，赢过伫光明中一个人来独行啦。为什么？因为你若甲上帝三角行，你绝对会行出这个黑暗，你最后一定会进入这个光明的内底。你若伫光明的内底，你甲一个人来行的时阵，有一天难免你会对光明的中间来落入迄个黑暗的陷阱的内底啦。所以，愈是环境愈歹的时阵，亲像伊洛共款，伫末世的时阵。亲像台湾共款，面对这个疫情，一日威胁比一日搁较大的时阵，咱爱亲像伊落共款，选择甲上帝三角行。这个时机就是即马。再来，咱伫啥物时阵，咱要来甲上帝三角行？伊落甲上帝三角行的所在伫倒位？真侪人讲伊落甲生马土撒拉了后，伊就甲即个某囝拢绑杀，家己走去深山哪内，过着一个隐居的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伫遮，咱讲并且生儿养女，即几个字来否定即个看法，并且甲即个伊落甲上帝三角行即个地点讲甲搁较清楚。伊落甲上帝三角行的所在。都是伫伊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是伊伫平常所伫地的环境的当中，甲上帝三角行啦。伊落甲上帝三角行，并且即个生囝生查某囝，甲咱讲，伊落伫伊人生的每一个层次，甲上帝三角行，伫婚姻的内底，伫工作的内底，伫教养伊的囝儿的面顶，伫教会的生活内底，伊拢甲上帝三角行。伊落伫伊人生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环境，拢甲上帝三角行。到底咱兄弟姊妹，咱伫倒位甲上帝三角行？刚讲咱甲每一礼拜来甲教会做礼拜，是去甲团契的聚会当中，咱才甲上帝三角行嘛？哇，安尼惨啊！因为即阵疫情的关系，台湾所有的教会拢袂使入去聚会啊！安尼咱都无机会甲上帝三角行，安尼咱要安怎？伫遮我就想到有一个赖面顶咧最近咧传的一个故事，伊讲撒旦真得意，就对真欢喜，就甲耶稣讲啥？你看，照着疫情，我甲你的教会拢关了了。耶稣听到就讲你错啊！其实我是甲每一个家庭拢变成教会啊。是啦，
咱要见证，咱是一个甲上帝三角行的人，咱毋是敢伫教会、敢伫团契的聚会内底，咱必须转去咱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这个层面，每一个角色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见证，咱是一个甲上帝三角行的人。所以我讲，咱最近咱教会咧设这个创世纪的灵修梦想，咱连伫厝的时阵，咱照着这灵修梦想，咱甲上帝来有一个结连。咱甲上帝来三角行，伊落甲上帝三角行300年，上帝就甲伊接走啊。咱莫掠讲，这是那就伊落甲上帝合约签好啊，那就汽车的保固共款。只要我300年行满这个100公里的时阵，上帝就安那来接甲回收转去，毋是安尼，实际是安那。伊落伫每一天甲上帝三角行，不断甲上帝三角行的中间，直到上帝甲接走，迄一天拄满300年啊，中间无断去。所以咧，伊甲上帝三角行，直到主甲伊接走为止啊。咱定定想象一个问题，我知影主要来，主要过来，但是主来的时阵。有足侪人就咧问讲：我到底主来的时阵，我上好看上帝看到讲我咧我咧灵修，我咧读圣经，我咧祈祷，我去做一寡属灵的代志啦。毋通互伊看到我拄咧创啥？来生活扫涂骹遮的属世界的代志啦，足爽的。这毋是一个足好的一个结局啦。其实兄弟姊妹。咱若甲主三同行，同行甲上帝过来，咱都毋通甲咱的生活分做两个部分啦，分做一个属世界，一个属灵的部分啦。这基督徒一个甲上帝三角行的基督徒，无应该安尼去分，因为咱甲上帝三角行，咱的一生已经完全献予基督。无论做啥物，咱拢是为基督来做。咱若养饲咱的囝儿，教养咱的囝儿，嘛是为上帝来教养咱的囝儿。互上帝的囝儿来上帝的形象来遍满这个全地。咱的生养，咱的教养，咱的囝儿，用教养出搁较侪娱乐，搁较侪的这敢是就是为上帝做的嘛？你每一天拢爱为着上帝来活，所以咱免烦恼到底上帝来的时阵，主再来的时阵，我到底咧做啥？我咧拍囡仔吼，还是我搁伫遮咧工作？我根本都毋免去烦恼这个情形。因为我知上帝搁再来的时阵，我每一天，我每一个生活的展处，我做每一个角色，我拢是甲上帝三角行。所以上帝来甲我来接我走的时候，我100%的肯定，迄个时阵我甲上帝三角行。搁来，咱要怎样甲上帝三同行？圣经内底真好伫找着任何的经文，应甲即个甲上帝三同行三角行来互伊一个真完美的一个定义啦。毋过伫遮这阿摩司书又讲两人若无同心，太可会用同行咧。毋过我感觉即个解说无解完全。伫我咧想到底啥物叫做甲上帝三同行？我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讲，甲上帝三角行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因两人同行的时阵，伊一定要行伫同一条路啦。换句话说，要与神同行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你要甲上帝三角行，你爱行伫上帝道路面顶啦。毋是行伫我的道路面顶啦，所以圣经讲足好诶，伊落甲上帝三同行，毋是上帝甲伊落三同行啦，遮有真大的差别。即个差别就是啥？
以诺选择上帝的道路，毋是上帝徛入去即个以诺的道路的面顶。真侪基督徒，咱常常咧祈祷讲：上帝，我要做这项代志，我已经做出这个决定啊！你会徛伫我这边无？上帝，你会不会听我？基督徒其实无需要问这个问题。基督徒爱思想的就是啥？主啊，到底我有徛伫你这边无？所以选择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代志。以诺迄个时代，并不是完全无他选择，所以甲一条路尔，只有上帝路，所以只有选择甲上帝相共行，毋是安尼。咱若看到创世纪第6章第1节、2节甲第5节，迄个写，人伫地上愈较济，嘛生查某囝的时，上帝的囝看见人的查某囝水，就照因所爱带因做某。也好看见人伫地上罪恶真大，心内所想的念头，逐日拢是歹啦。这上帝的囝是咧讲啥？第2节，上帝的囝，这是啥物？这是指当时的即个君王，伊若看到即个平民老百姓的即个查某囝生做非常的水，因当安那放纵家己的私欲，甲抢来用因的权力安那来满足家己的即个欲望啦。所以因规日所想的拢是安那，拢是罪恶的代志，因所想的拢是肉体的代志。伊落迄个时代，伊有真侪选择啦。选择即个嘛，选择创世纪第6章第1节、第2节，迄嘛是一条路。我相信当时的人拢是行一条路，拢是选择行这条路。不过伊选择啥？伊选择上帝的道路啦。所以伊就活出一个人生，我讲迄个人生叫做以诺人生。以诺的人生就是安那，是一个正性、一个奉献的一个生命。以诺活出来人生，就是家己对迄个邪恶的末世分别出来，正做圣洁来奉献给上帝。所以以诺活出来迄个人生，是无即个世界来妥协一个人生，不向环境低头的一个人生啦。所以这就是以诺的这个选择。原以诺安怎甲上帝相同行，咱嘛相款怎样甲上帝相同行。最后这个1960年代，福特汽车有一个足有名的一个广告，伊讲你想要到倒位，就互这个福特带你去；想要去倒位，就福特带你去。不过这句话不是伊的创办人亨利·福特，伊这个汽车大王伊生命的感受，这只是因公司的一个广告的这个用词尔。这个亨利·福特伊对伊一生上大的体会是啥？这句话爱记哦。伊讲，甲上帝相同行的人，总会到达终点啦，总是会到迄个终点。伊毋是讲开福特汽车的人会到迄个人生的终点啦，毋是靠着即个世俗的即个工具甲方法，会去到达人生的终点，是爱照着啥？照着与神同行，才会到达迄个真水的一个终点。一个甲上帝相同行的人，才会到迄个以诺所去到的迄个所在。迄敢是咱今仔日所追求的吧？特别伫即个末世的时阵，伫即个武汉肺炎遐尼即个威胁遐大的时阵，咱人的心惊吓不安，咱真烦恼的时阵，伫这末日的时阵，以诺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选择。咱要安怎来做出咱的选择？咱三个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照着这段经文，你甲阮讲，以诺的一生选择一个甲上帝相同行的一个决定。主伫即时，阮共款面对这个末日的
的即个威胁，对着即个 COVID-19 的威胁的时阵，主你将即个选择、即个意念，嘛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当咱来决定要来军队主的脚步，甲上帝三通行的上，主你就将极大的信心、极大的稳定、极大的平安，拢享受伫阮每一个人，阮的日常生活的当中。伫阮日常生活的当中，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方面，就亲像伊乐共款，阮活出一个自在，因为阮知，无论阮是做啥物代志，拢是甲上帝相同行。所以，阮毋惊即个末日的一个威胁，末日的审判，就因为你，阮已经亲像伊乐共款，阮做出一个上好的一个选择。主耶稣，阮感谢你，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不管咱今仔日是几岁，咱的人生伫什么款的处境的中间，咱拢会通甲上帝相同行，咱来行伫伊的道路关顶。即时咱就用圣诗373首来做咱要甲上帝相同行的一个决志的一个回应。圣诗第373首。咱同心来吟。
这是咱用奉献来回应咱对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咱伫咧奉献的中间，毋茫咱会通照咱实体礼拜习惯，伫厝里准备一个信封，特别甲伊分别做成，将礼拜要奉献的金钱放伫信封的内底。你若经过办公室，会通来交干事。如果你若礼拜日要提到办公室，请你伫中昼12点半以前会通提到办公室。也是拢积极的，等到咱恢复实体礼拜时，才家己摕来教会投入伫奉献地。另外，你嘛会通利用咱教会银行线上转账，用 ATM 卡，也是讲用你的迄个拢会通转。咱教会汇款的银行是第一银行南门分行。代号是007，咱的户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账号是17210108282。如果你若用汇款的方式，请你汇款了后，打电话来互办公室确认。有一项代志爱特别甲咱拜托，就是因为财务组会方便，如果你用银行的转账。阮伫每一礼拜周报会通来出有收到你的转账。如果你若用现金要来奉献，阮会先锁入保险箱，到伫咱实体礼拜时，咱会出一个周报，做一个完全的确认就是用现金奉献，阮无法度通伫逐礼拜周报内底马上甲你出来，爱等到寄入去银行入效了后。阮才会通出周报所以有这个改变如果用现金奉献人，请你体谅咱到实体礼拜时，咱做一届来增信，多谢咱大家。这是我来报告几项代志当然，咱大家知影，这届第3季的情节已经延到6月14，所以咱到6月14以前，咱的礼拜拢需要用网络。迄个直播，8点半是华语，10点半是台语。所有礼拜中的事项拢由2位牧师、牧师娘甲干事来负责互咱毋免来到拜堂厅。咱周间的聚会拢需要停幼稚园嘛，照政府的规定爱停到6月14。较可惜就是咱今年的即个学季下。Vacation Bible School VBS 虽然是7月才要开始，总是为着准备，为着疫情的关系，咱已经决定 VBS 今年咱也无要举办咱后迄个有交钱的家长，咱会统一来办理退费当然，社区的服务咱嘛拢已经停所以伫即个疫情的中间，请咱大家注意家己的安全。第2项就是咱教会伫顶礼拜开始有即个5月17开始有发动一个创世纪读经默想的运动你若参加咱教会伫咱馆顶的迄个官方的账号，逐个礼拜逐日的下晝8点左右，你就会通收到咱当天的即个灵修默想。这个资料甲一个祈祷，时间差不多10通分钟尔如果你若还未参加，请你来扫描这个 QR code。你即马伫电视馆顶，你就会通甲伊扫描这个 QR code。QR code 你扫描了，你就已经加入伫这个网站内底群组内底。逐工咱拢会通收到咱当天读经的进度。默想的资料、祈祷的方向咱做伙通过创世纪来思考人甲上帝、人甲家己、人甲大自然的关系。我爱特别感谢咱主日学的老师，咱的主日学小朋友嘛咧参与伫即个活动所以如果你若看到寄互你的周报伫第6版这个囡仔、这个小朋友有照进度
伫当天将金句抄落来，嘛写落去，因对上帝的祈祷。所以你会通伫迄个咱的 email 馆顶，教会周报第6版，会通看见这小朋友因伫遐写金句，伫迄个所在写因对上帝祈祷。真多谢这主日老师因的辛苦。咱规个教会即个大家庭，伫即段时间，忙为老到岁，咱做伙用创世纪，用上帝的话，用祈祷，大家结连搁较亲。第三项是关系奉献的，他说已经报告过我都无搁讲。抑搁一个第4项就是因为咱的报税有延到6月底，咱即马拢袂当来教会摕咱的奉献证明。如果你报税需要迄个奉献证明，需要咱办公室寄互你，请你甲办公室甲思涵联络，讲我需要我的奉献证明寄，我会寄互你，互你会通去遐来报税。伫具体关怀方面，咱特别真毋甘李炳徳教授伊是咱苏美玲姐的先生伊伫5月21伫台病院有接受洗礼咱过2天了后，伫顶礼拜日安息伫主的怀中，享年76岁。伊的囝，伊的查某囝，特别查某囝李怡莹以前是咱教会青年，即马人伫美国已经对美国倒转来伫台湾要参加爸爸的告别礼拜。即时告别礼拜也咧安排中间，总是疫情的关系，有真侪限制。咱特别为着遗族来祈祷，伫即个后事的处理，一切拢会通真顺遂。有较艰苦心的事，总是咱嘛有欢喜的事。咱知影迄个保塞执事的公主永庆甲亚玲因伫拜5做日有剖腹平安生产一对双胞胎哥哥叫做陈天恩弟弟叫陈木恩拢差不多无到2000公克，所以因即摆也需要带伫保温箱内底等互伊搁较成熟，才会通带转来厝。咱真恭喜永庆甲亚玲因夫妇，嘛恭喜保塞执事梁老师升格做阿公阿嬷，这个是真欢喜的事。最后一项就是伫疫情的中间，咱较无法度通见面，总是电话真方便，LINE 各方面拢真方便。所以如果你若有啥物代志，随时甲办公室保持联络，也是你会通敲 LINE 敲电话，博士的手机伫遐，互阮知影你的情形，大家互相关照大家互相伫遐来代祷。最后，咱来看即个代祷的事项。咱伫即波疫情的中间，请咱为着全台湾人配合CDC 的规定，会通减少出外来照即个防疫中心伊的指示希望即波疫情会通早一天得到控制。当然嘛，为着咱台湾会通更较快速更较有效全面来施打迄个疫苗来祈祷。第2项代祷的事就是第2项为着咱教会毋若甲咱教会是全台湾第一线，遮医护人员、消防人员、警察遮需要定来接触人群的咱为着因的祈祷，因的安全来祈祷。台湾即时确诊的人真多，病院病床无啥够医护人员也无啥够。毋望疫情到遮的为止无搁增加迄个医疗量能不足所引起无必要的即个死亡的案件，咱为着这来祈祷。第3项就是咱搁一届爱转来网络来直播礼拜毋望即个真顺畅大家伫厝内做礼拜也会通真惯势总是伫家己的客厅。毋望咱做礼拜时应该有的敬虔，应该有的清察行动。毋望咱知影，咱是咧敬拜上帝，会通习惯
伫网络的礼拜，甲实体礼拜同款，用敬虔的心做伙来敬拜上帝。这个是请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这是咱三甲来吟上营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说，请张牧师来祝祷。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默祷。但愿上帝平安，甲恁众人三甲伫咧，上帝保守咱出入内外有伊的同在，咱要甲上帝相同行。